哪来？这个公部门、学校、百货公司甲连锁的素食店这四大场所，袂当过来提供一改性的塑胶速供，这嘛互卖珍珠奶茶业者正伤脑筋。到底要用倒一种材质的速供才适合呢？是纸速供较理想，也则是甘蔗速供较实用呢？来看咱的记者实地来做测试。 落实环保，有业者专门推出了粗的纸吸管，要专门拿来吸粉圆。不过，真的吸得起来吗？马上为您来测试。10分后，纸塑管接近吹所在有一点仔软去，但是无影响使用。业者讲，纸塑管其实无耐用。基本上在使用不太能超过半小时，半小时之后，纸吸管会呈现就是软掉的部分。纸吸管它有一个味道，它会影响我整个茶汤滋味的结构。 业者讲，当初嘛有考虑白铁的材质，但是惊顾客会担心洗无清气、无卫生，搁惊玻璃塑管会破去，无细枝挂掉。甚至有业者也推出了环保吸管，还是用甘蔗做的哦。这种甘蔗环保塑管摸起来比纸塑管较硬，使用30分后咧嘛无变软去。每一间业者为了响应环保是费尽心思，考虑成本甲实用性，拢推出的上适合家己品牌环保塑管。